โชคไป2ตัวใครทำบุญ100 บาทเอาโชคไป3ตัว2025年10月23日这一天，来到 Wat Khao Din Mankan Phang， 我们正好遇上泰国1年1度极具意义的佛教盛事加提纳集体积德仪式。加提纳是在僧人与安居圆满之后举行的供僧布施仪式，而则代表着团结与同心。信众们不分彼此，齐心协力筹集善款与贡品，供养僧团，用实际行动积累功德。在庄严而祥和的氛围中，布匹、袈裟与供养物被依序奉上，梵音诵经回荡在寺院之间，不仅是一场宗教仪式，更是一种心灵的洗涤。对参与者而言，这不仅是布施，更是放下执着、培福修心的过程。参与让人深刻感受到佛教所强调的共修、共善、共福。这一刻不只是积德行善，更是一份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连接。